哪怕有成千上萬嘅哥哥，就算將佢哋嘅愛全部都融合埋一齊，比唔上我一個人嗰份滿腔嘅愛。大家好，我係自由意志之子啊。頻道主要方向係以動漫為主嘅，希望以一個感情為主嘅影片嚟打動你哋我哋。我今日想講嘅絕緣嘅暴風雨啊，咁絕緣嘅暴風雨就係講兩個嘅男主角龍川吉野同埋呢個北破真廣，因為要調查真廣嘅妹妹北破愛花之死啊，而遇上咗公主魔法師呢個所部熱風嘅一事，而展開嘅一個冒險故事。三個可以留意嘅原因，第一，生動有趣啊，呢個劇透噶啦。故事係採用呢個推理嘅一個環節，由佢哋一步一步去講解呢個世界所發生嘅事，去講明咗呢個故事愛花嘅死因啦，關於魔法一族啦，去到之後唔同戰鬥同埋推論啦，去到最後原來係相當之有趣啊！果然能夠超越自己嘅 Beyond 只有自己嘅啫，最後係一個皆大歡喜嘅結果。咁同漫畫有啲唔同，更為可親啊！咁第二啊，忠義至誠啊，故事所用嘅句子啦，哪怕有成千上萬嘅 Onisa， 就算將佢哋嘅愛全部統合埋一齊，都比唔上我一個人呢份滿腔嘅愛啊！另外就係凡事啊皆出啊必有因，仲有啲就係用人哋嘅詞嚟寫自己嘅劇本係唔夠嘅，要用自己嘅行動嚟定自己嘅劇本，呢個自己加上去嘅。佢引用咗莎士比亞嘅《哈姆雷特》同埋呢個暴風雨當中嘅名言。真心一問，你有冇睇過《哈姆雷特》呢？同埋呢個暴風雨呢？咁應該要睇佢邊一個版本呢？如果初次入手嘅話，了解更加多嘅經典啦，有助擴大閣下嘅知識庫啦。講起咩莎士比亞，即刻諗起嗰首歌咯。莎士比亞都唔入圍，我點敢講嘢啫，係嘛？第三啊，歌曲有 feel 啊。第二首嘅片頭曲啦，大好きなのに，作詞就係呢一個田中花奈啦，作曲呢個谷口尚久啦，編曲呢個 Kokaru， 歌就係呢個 Kylie。咁佢嘅歌詞言えない言えない大好きなのに，係因為明明好喜歡你，喜歡你，喜歡你。こんなに大好きな你，即使我如此咁樣去愛你，講明咗女主愛花嘅感受啊！佢唔係一個一般人，佢係一個天才，只有吉野呢個天才先明白佢。而故事就係咁樣嘅展開。第二嘅片尾曲僕たちの歌，就呢個作詞嘅就係呢個Tomoshi Sako，同埋呢個 Tomoyuki Okawa， 作曲就係呢個 Tomoyuki Okawa， 編曲就係呢個 Saku， 唱歌就係呢個佐鄉智久。咁佢嘅歌詞いつでもない日のほらこれは運命だって一緒に歩くのいいな，就係呢一個希望有一日我哋能夠煥然一笑嚟面對，帶出咗三個人之間唔同嘅故事嘅結尾都十分之去切合呢個主題嘅。我係自由意志之子，一個中意動漫嘅人。下次見，就算你哋所有嘅愛加埋，都唔及我一個嘅慈悲。拜拜。